俗语讲，贼鸡将冤财，提醒乡亲唔当互骗去。最近政府咧发6000块现金，豪宅期鹿茸这个标题又搁出现啊！有一寡老大人互骗去，用13万块去买一盎中药浸的鹿茸。这个专家讲啊，即马才是鹿茸大出的时，一两的鹿茸平均的价销差不多是1200块左右。呼吁消费者若真正想要买鹿茸，爱认明在地，特别是经过政府辅导检验合格产品，安尼较袂互骗去。 随疫情解封，国内旅游开始回温。最近政府拨6000块现金，都互真侪无心业者拢伫咧卖无认证的鹿茸药酒。一些镖客会到风景区或者是医院，像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人去兜售一些鹿茸。那其实这些鹿茸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们不知道说它的来路是从哪里来的。即马是国产鹿茸采收期，都有人用超过市价介绍，甲来路不明的鹿茸药酒推销予许多人。伫咧外关区已经有出现消费纠纷，请消费者拢一定要细腻。我们国信乡的鹿茸都是在地生产、地产地销，都有经过检验。中华民国饲鹿协会、国信乡公所拢呼吁消费者，想要买鹿茸，一定要来到产地，而且有政府单位挂保证，才会当买鹿安心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